宜兰罗东的南门路车真多，不过人行道破损，久长拢无修理，高市场的担仔甲乌多摆会来占路，害人无卡路袂得过。即阵县政府决定要开400万，重新规划这过路人的空间。罗东南门路部分的路段，人行道有的所在，毋是去乌多摆占去，就是去附近市场的贩仔使用。过路人敢若会当行伫个车路的，甲汽机车相争过路的空间是真危险。这个路段嘛，真侪发生事故。那主要南门路是通往圣母博爱的主要道路，那临近市场学校也都在附近所以整个环境空间的改善非常的重要。有民代认为讲，南门路过路人的环境真需要改善，若无毋但造成行人的危险，便衣救护车嘛，现在因为当地交通真乱，致使延误就医的情形。空间还 OK 啦，还 OK 这样子，就停车很不方便。对，是，就是自己平常也会骑车来上，就是上下附近。这不附近的话，也不就觉得还好。民众嘛认为讲，当地有2间便衣甲市场，遮的人真侪，停车的空间嘛无够。县府讲，因为遮过去是溪流，尾后遮起做是车路，遮会致使车路的边界无明确，跨度嘛无一致，这是交通运作效率歹的原因之一。今年跟国土署争取了400万的规划经费来进行整个路段的道路改善规划。那这改善方案包含我们的人行空间，还有路边停车，还有整个道路的断面车道的调整。县府向国土署争取经费，会开400万，启动规划改善南门路人行的空间，甲路边停车位无够的问题，嘛会调整车路断面甲车道。按上10月份会有初步的方案，征询地方的意见。规划完成了后，会甲罗东镇公所建议安怎来分工，再搁向国土署提案，争取时间的经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